大家好，歡迎收聽夜無限賽馬分享呢個節目。咁我未講自己今日心水之前呢，上個禮拜都公事繁忙，所以食咗幾餐自助餐啦，同埋飲茶嘅。搞到自己都肥晒，所以就日打後呢，就呢幾日就做多啲運動啦，打下波咁啦，減翻少少重咁咯。言歸正傳，廢話少說啊，今日就係3月15號，星期日啦，跑沙田11場百草三泥嘅賽事啊，我心水應該就係第2場、第10場同第11場嘅。第2場5班跑1200米嘅，我推介心水咧就係3號順意咯。順意呢隻馬就係本來有4班嘅，咁而家減夠分落5班咯，都係4個5概念啦。同埋呢隻馬點解推介俾大家呢？因為就偉達就近排贏翻馬啦，應該就會轉運嘅。咁順意呢，就完全未贏過咯，跑 pace 都未贏過嘅。咁應該都會搏嘅，4個5，咁配好手麥文堅排3檔好位啦。咁而家就獨贏同位置都幾好分啦，獨贏有8點幾倍啦，位置都有2倍幾嘅。我推介俾大家買 win pay 應該就會操練手法應該都會會去馬嘅。唯獨擔心咧，偉達成日玩埋啲配備裝備佢成日玩埋啲裝備概念咯。我唔知對隻馬好處定唔好處，我當佢好處先啦。呢隻馬就首次戴眼罩啦，令佢集中啲咯，同埋除翻個羊毛面箍啦，等佢跑得舒服啲啦，同埋都要紮脷嘅呢隻馬。好方面諗就改動配備都可能對隻馬有新鮮感咧，跑嚟跑得舒服啲嘅。配麥文堅應該都會去馬嘅，麥文堅今日嘅都有好多實力馬嘅，大家都值得留意啊！跟住就分享一個小道消息啦，有小道消息好大風嘅，話3場呢。潘一哥嗰隻1號馬咧，跨境獎馬咧，佢心中有馬，一種 book 定咗呢隻馬騎，唔騎其他馬咁啊。應該上次一落馬就話一定要捉住，話下次再騎過，因為上次佢都跑第2嘅，我心中有馬啦，應該都會 sure win 嘅，可惜就賠率就乏味啦，得2點幾倍。但係大家都留意下，諗下其他配角咯，可能用佢做膽買 Q 同埋 PayQ 或者3重彩咯，可以考慮啦。大家呢隻馬就做膽啦，呢隻馬。跟住就第10場啊，跑3班1200米嘅草地嘅，我個揀馬範圍都係1、2、3、4、6號呢幾隻馬當中揀嘅啫。我揀翻都係揀翻阿麥文堅啦。有揀2號起連勁咁咯，呢隻新馬。做膽啦，佢上次都有騎過嘅，跑第4嘅，上次都係 KY 成嘅，輸俾啲勁馬咯。係3班都夠班，因為佢3班係贏過啊嘛。佢嘅賽績係跑第441啦，係3班都贏過嘅，所以就揀呢隻做馬膽咯。配腳方面咧就3號啦、4號啦同埋1號嘅。如果你哋有多餘錢咧，就買埋6號咯，呢隻馬都有質素嘅。呢場咧我就揀2號做膽拖1、3、4啦，範圍少啲，買 Q 同埋 PayQ 俾大家參考下。
跟住最尾就推介最尾嗰場啦，第11場啦。跑3班1400，我揀3隻啦，178。咁又8號咧，咁你哋可以買佢做膽啦，因為佢好勁啊嘛，配呢個巴道嘅。咁啊喺呢組係跑得最快時間咯。佢上次都係咁啱啱輸跑第2啫。咁啊巴道又騎慣騎術熟，咁啊配文加良，咁啊覺得應該呢場都會贏翻咯。咁所以8號可以優先選擇啦。其餘我個配腳就上次又同心同樂贏咗啦，控制咗步出，咁可以做配腳咯。同埋另外一隻叫一世美麗啦，咁啊都阿蔡航嗰啲側身馬咁啊當鋭咁啊配翻佢嘅近排大紅人嗌少禮咧都可以考慮咯。所以呢場咧，咁我就揀178，咁啊買 Q 同埋 PQ 啦。咁啊，以上就係我心水推介啦。中意就攞去咯，唔中意就放翻低。咁啊，可能我講嘅嘢就啟發到你另一種思維，就諗到今日嘅賽事嘅頭馬啦。咁啊，如果係咧，咁啊中咗咧，就希望可以打賞一下啦。同埋希望各位馬友點個 like，俾個讚啦，分享俾其他馬友啦，將呢條片係咯 share like 係咯呢條片啦。咁啊，最後就俾呢個電話熱線啦，解到熱線啦，1834-633。如果有咩問題，遇到有咩問題，到失去理智咧，就可以打呢個電話嘅。咁就24小時接通嘅。咁就最後祝各位今日贏多啲啦，係啦，下次再見啦，拜拜。